哎呀，各位听眾，我再歡迎到嚟收聽變嚟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特別嘅日子咧，我人是特別，咧特別，我覺得應該這是冇 copyright 啊。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有啲是車字啊，咱甲大家拜年就先。咱甲 Google Meet 嘅人拜年，不是 Google Meet 無人，所以咱甲 Google Meet 人拜 Google Meet 一個人特別無出聲，唔知裝嘅。嗰啲 Clubhouse 入邊嘅為朋友，南西恭喜發財。哎，真冇我未記佢哋咪 ，sorry， 記佢哋。我講實對哦。sorry， 冇聲就你聲。恭喜發財，恭喜發財！那個正字是車字，恭喜大家發大財！行大運，行大運 ，OK？ 是唔是啊？咁咯。對。แล้วก็จุดซ้าย恭喜จุด恭喜發財จุดซ้าย恭喜發財，恭喜！希望你食過隻杯泡泡。杯，有見到比我杯我泡咧。我應該邊度泡？邊度泡？啊，你個學上。係啦，講起學上咯，先正是硬。嗰時提啲對我嘅哦，提對我嘅驚曬對拖咪拖曬嘅咯，對我嘅對拖冇做意見，冇驚對我嘅拜正。哦，佢就拜特別怎我看，嗰啲是對唔對下？我講是真正其實是對。對啊，提字啊，拜提字啊。OK。แล้ว車字等陣個我看一間車位半間店啲車位先得隻嘅，成日找啲佢。我同你講聽咧，嚟啊！車背車，佢食屎嘅聲，真係食屎聲。恭喜發財！哇！你個水啊，你梅花，那是梅花嚟啊！應是盆栽，真唔知入咩花啦？未必是沙庫啦。哦，嚟過嚟對。哦，會。今年嚟過出街這樣，冇上冇錢。真正呀？money tree 嘅水啊。哦。對，我有真正。哦，真正，本來真正是蝦米物件？冇人識。真正是30咩 reunion dinner。哦，嗰個出邊啊！三幾年真係學過，三幾年嘛，我學過。對。一零準本會嘛？哦，冇人曬。冇人曬。去年哦，冇嚟嘅。嚟Dragon Dance。93字歡迎恭喜發財。Hello，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賀年行大運。嚇！拖，做咩冇聲？來，咩冇聲？我想咁樣講個嘛，話咩冇啊？拖你行大街大，看拖你，哎呦，拖你行大運，你講，喂，有時啊嚇，喂 sound effects。哎呦，又好聊啦，水果嘅，哎呦，煮啊！我煮哎呦，等陣，後個煮法其他，我係。哎，好聊咯，我過嚟見聊。那個煮神幣阿三不拉所當，煮神幣阿三不拉所當。阿什拉所當，我早早就變好食啊！你車你別煮下面車字，你別煮下面啊！早早就變好食啊！如果我有一個下面那個說是假使我無出去食，人個了一節三對，我是多出十個煮嘅啊！所以就買個食。這我睇就係高嘅，等陣。世個滿滿，個了是物件咧，食嘅物件。我一無用啊，一個貴正啊，食無用，食無用。是啦，就曱甴尾啊，無。
係咯，啊，我就扮隔了無開嘛，隔了。無開無趁表㗎啦。係咯。誒，咁我聽到 echo 嚇。安怎係無聲啊？伊無開嘛。伊有開我啦，曬 system 有問題啊是。伊是說問題哦。昨天聽到我講話，我聽到你。Hello，所以啊，你估無言話啊，一個。對，昨天冇聽到我講話。不過唔知點解佢哋你 profile 嚟銀灰安怎銀灰就係冇冇嘢。ตัวก่อนเข้าสวยมากลูกคีแต่ลูกกะกีเสียว OK，佢第一銀灰。press Hello，有啊未？啊，聽到啦，聽到撞你聲啦。啊，聽到啊。聽到撞你聲啦。安怎我聽到 echo 去嚇？比如 echo 啊 ，echo 去啦，有 echo 去。哇，真係安怎啊？真嘅。哎呦，死人先，哎呦 ，sorry，未使。我就是佢做咩都你使咩？就我啲弟弟啲中意聽，我做咩都冇聲去，做咩人落傾講。Testing 個喎，係嗰個講話咯。冇啦，係嗰冇啦。嚇！你話看 YouTube，你弟弟講話咯就，我就看 YouTube。嚇！YouTube 我弟弟講話。話了就世界名人世人講話了，做咩都個弟弟講話？誒，等陣我俾介紹下另外一特別嘅邊度啲club YouTube 嘅唔是Google Meet， 對 Google Meet 嘅特別嘅邊成啊，等陣即係 Google Meet 嘅特別嘅邊咧，就是人嘅校長阿龍，等陣哦，sorry 我計咁夾bud呢，即係Google Meet 嘅會對，我就換依個 window 去。嚟哈，等我哋而家看到咯，恭喜發財，校長阿龍。สวัสดีปีใหม่ครับฮะครับ等陣 Clubhouse 能出聲啫？聽到我人講話？唔對誒，你 Clubhouse 見唔到框誒，等陣。你見唔到框？攏聽唔到，攏聽到，伊只得咩？你聽到阿龍咩？聽唔到阿龍。OK，聽阿龍講話啊。阿龍講話嚇，恭喜發財。ว่าวันนี้10點整未好對嚟我本其實冇咩驚本啊應該我就講應該冇人準 start 好啦搞到20分 start 了啦好冇start 咗兩個同佢做technical testing 喎對唔對？Hello，冇我人已經是冇紅險派去，我即係上 club 的啊，就直播。搶了喂咯。然後特別攏聽到伊只得啦 ，obviously 攏哋講就話，即 club 的往時姑姑伊聲小小去呢 club 的，即係見呢，伊冇唔掉去。等陣我覺得幫到對我新加坡人曬聲就冇咩有氣氛吼。特別好，我即個個出 error， 到底是個 error？ 我 club， 我即個有聲。即係我跳攏當我跳到牆啊！我冇啊！真正未使衰啊！真正未必是人班做鬼搞事事衰嘅。所以佢咪一針掉了，直頭跳去樓前。哎呦 ，maybe 你睇是哎呀，你 look 嘅 icon 嘅數咯，我知你是人看，你講嘅我是講那是人看咧，會使本，actually 你知咩數？你見下節下都好下，等陣我可能拜正啫。見下節下，我節目就走滯哦，所以我想淡薄想要只急，然後 because 我5點咁俾教另外一個所在啊，背門啊，特別唔記得，咱看個聲無嚟講就直頭接嚟咯，接嚟鬼告訴唔係講鬼告訴啦，笨蛋啫อันเดีย阿龍 ，OK。阿龍大媽我俾問到阿龍這問題就是講，咱新疆但我咪你再用時間等人新疆，我講一句講未了，三頓數，打頭講起，阿龍日本韓國韓國，你叫咩啊？越南嘅新疆。是唔是今年是唔是鳥年？對，今年是鳥年。
鸟泥，因為我聽我來人電視市場甲我講，伊個鳥泥是因為伊個讀聲鳥甲土差唔多像，是你甲我講過嘛？曉？是不是？唔是，無養無土誒。我知，就是養，我聽人講唔知入邊啦。唔是像養嘅故事裏邊是無土誒。我知，伊人是頂到嘅時是講，人講到土加土加鳥嘅聲。In Vietnamese 是差唔多像啊，雖然 confuse 佢，一變做當做土嘅，按照土加鳥一講 Vietnamese。土應該是乾土，呢就是土嚟嘛。後來喵是貓，冇上面嘅，冇上啊，乾土加乾貓冇上面。但是我唔知講做咩是幾時起嗬，伊人誒。無像嘅迄個，冇伊告訴起來咧無土嘅就，特別你無啦，所以伊應該是有淡薄 linkage 嘛，淡薄甲即個中國嘅告訴應該是有淡薄關係，應該會做一個。數咧，我本未記講是做咩數咧嚇，你真係都明白講咩？伊個來，我就係講一樣嘢，我即係伊告訴伊係變土，伊變。貓唔是土，我唔知本喎。唔知人甲我講就啊，越南嘅人，你特別把隻我去問指貓為兔，唔使講。嗰年一看到上家唔貓，特別一起吐來，你看錯，你係想講是貓，唔係貓。啊是，往時maybe唔是錯咧，是掉啲換是伊感覺就講伊貓。我甲我點知甲我媽講，我甲我哥講。安怎啊？個圖啊，伊貓個好都差唔多像 family 講。等陣就要起來講啊，未必在越南嘅無。安怎咧？即 clubhouse 嘅小型啊。Anyway，OK， 所以今年先至好祝大家兔年我想要想話咧，想講咧好嘅咧，我咪講好嘅照。就好會話啦，甚至係時間拖。我就係做咩數啦？嚇，係咪數下？因為今年是我變咗講啦嚇，我變咗講啦。我厝是看得到嗰種，我個燈我同阿婆，指控指啥呢？一個 calendar 咧。安尼多啊！指控，你看到咩？誒，人做你看得到，我厝同阿婆咧，等陣。反正我看唔到嘅，冇到你面頭對，哇！嗱，小鬼去，我看者。按怎我？應該一邊嚇，對，嚇。我同阿婆嚟，你看到我同阿婆喺電視機頂面，電視機頂面有攞嚟灰胡色嘅字嘅，灰胡色嘅字，我哋自控講三，自控自三啦，你是自控自三，所以我抗有一個攞嚟魚啊，你看到我魚啊有朱紅色嘅點喺裏邊，所以是白頭嘅魚啊嚟。我 design 佢講，我唔知喎。按咗你聽到誒歌咧？有聽到。我冇聽到。干阿盧嘅位了，干阿龍嘅位。特別我 Google 我就冚聲嘛，我 Google 我冚聲嘛。我講話聲就冇啲 Google， 我講話聲是啲 Clubhouse 出嚟。就使個咧本有是伊有無咧，唔是講直直有。特別我 Google 冚聲，我 Google 冇開聲，我 Google 是冚聲嘅。但媽是有時，但媽為你 Club Deck 派其實當劍。我是冚 Clubhouse 嘅好，還是冚 Google 嘅好咧？我 Clubhouse 啊，我冚 Clubhouse。OK，แล้วคุย Google 嘛？我但是當然講話能聽到。啊，不會講啊，安怎？不會講啦。講分不會講嘅時候。不會講啊嚇。OK，安尼講我買 Clubhouse 啦，我冚入 Clubhouse 啊。แล้ว係แล้ว講我哋自控自殺。你看到一電視機頂面有攞嚟，等下死我耍去。一電視機頂面有攞嚟，等下字看到電視機頂面，迄個自控自殺。在咩內？邊有咧？發內。癸卯年都看到。邊啊？灰胡色嘅字，灰胡色頂，電視機頂面攞嚟大大嚟。哈哈，我比較讀，在咩內嘅字，成個內特別冇點喺裏面。安尼邊記？發係咪成個發嘅呢？特別啊，有。頂面這邊。內字掉。電視機頂面直直幾件，我哋我手。看到。我手機嘅所在。看到。你別聽到我講嘅。你聽到我講喎，一時未聽到我講。當然聽到，當然什麼冇聲喎。哦，奇怪。奇怪，點樣用事？等雜鬼。係啦，咪做鬼啊 ！sorry， 咪做鬼啊！做，香港上嘛。我電視機頂面，我攞嚟等陣字嘛，佢哋。嚇，我比較突啦。
係癸卯年，係啦，卯咧當時人就講咗，如中國咧有咧天頂有十，我比較解釋你知唔記得？伊是中國年樣水年樣是用農曆字來水年，用水60年一朝，60年一輪，60年一輪嗰啲就，所以伊是用農曆字來水嘅嗰就，所以有12個字對10個字嘅，所以12個字咧可是1字3字個攞出嚟講12字，係啦，個另外是 set 咧是10個字嘅，所以一加字，一加3，一加4，一直點，伊會行幾百年嘅嗰就，就是成個咱 A B C 頭一個 letter 是 A B C D 去到 J 啦 example，第二個是 A B C D 有可能去到 Z 嘅，所以嘛是 A B A C A D 係啦 B 邊第一輪咧就是 B A B B B C B D 去到 J A J B J C J D D 去到啥車牌咧？嚇啥車牌？伊攞嚟字啊！伊係輪真幾百年嘅，所以這裡當然2講2年咧，迄個第二個字咧是叫做卯咯就。卯咧就是12咧後邊裏邊嘅其中一個擺第4嘅啫，所以兔年咧是甲有關係，應該擺第4嘛。唔是兔年就兔年，啊咧是叫做卯年，就第4咧。所以可能是伊去到越南嘅點時，裏邊啲人成講卯em là màu nhện nha nha，伊個人就是卯年有冇搞錯？左了點來啦？咁呢話人啊！咁呢話人nghèo nhị đó em là trong cổng nhưng màu nhìn nó bây giờ cái tụ bên nghèo nhị đóยังก็唔是我是講爆你tapi isi tatani 咁靚咯tatani 唔是叫卯年tatani 兔年唔是叫卯我是講第4咧應該兔是擺第4隻嘛兔是第4隻嘛所以伊有第4嘅東西，伊頭時你有可能就成草嘅，頭時你是蝦米年，第2你是蝦米年，第3這是你自己想出來。第4你是卯，不，我很講嘅，我做廣告嘅，很講隻啦，款咗仲是。有人講嘅係第2本。有時啊，要講伊當時嚟第2就是一個第4你是卯年，所以你哋講好話裏邊是卯年嗰種，你卯年嗰種，所以有可能伊更當嗰邊去個越南嘅點先。yang tu em tiếp em làm chơi ở đây biến rồi màu tối ấy mấy giờ ở đây khi coi Việt Nam cái gì hả tại sao là có người họ có Việt Nam mấy gì lăng một này phảo em lại em nói nữa chúng dân cũng Việt em nói giờ chúng tim dân trắng giờ làm sao一講完啦時候，你咪調TikTok 嘅舞啦。噔噔嘅。喺呢時噔是 Vietnamese 食怪咩？是點啊？我就嚟俾叮當嘅 Vietnamese 過嚟，我一查300蚊時候講，我越南我有過嚟，我真過嚟有越南，因為越南就見到就講，你講嘅就成，就唔知你講爛椒。一聽我講乜是真成啊？特別我唔知你講係咪面嘅。我講係你 Vietnamese 過嚟啊！我當時電腦係你仔過。啊，是咩？冇啊，冇啦。是電啊，呢條叫電。叫咩？啊，是電。哦，沒有，所以是電腦係你仔過嚟。我想我聽過是電腦係你仔唱。是電，跨山 is 跨跨山啊 ，OK， 來，咱個電是金正咧，唔知？咱叫。spelling 是 D-I-H。咱叫就使去甲人講是看山嘅話題來就使。哎呦，我嚟自看咯，就真係你解山。我把照別。看山啊就使。看有人顯咧拗落嚟山嘅。就使咪咯。你今年先正你講啊，你買隻龜啊？是啦，即係肥你就要。你食咪鬼講我聽，你已經食咗未？有食咗幾多斤呢？幾多罐呢？你食咪鬼？我食 pineapple tart 2罐，然後食chocolate cookies 70% chocolate powder 做嘅1罐。你 OK 嗎？食抹茶 butter cookies 1罐。哇！然後我食咩啊？你冇食 traditional，冇食咧傳統嘅嘢。佢加8包包好食差唔多半斤啦。哇！迄個好食，迄個不要緊 low carb，就煲。係咪 low carb？就煲了嘛？一寸是8嘛？伊個卡加零是煲了嘛？煲冇講就係。第4 calorie 啊，你講。係咪叫第4？紅麗塔。
哦 because 個沒有啦，他好似一般的甜，所以 OK。現在阿龍講話冇聲嚇。我真冇呢啲，我冇廚電蛋，我冇講。哦。OK。伊煮了伊食甜。都八卦會教的，但係我成日講八卦，但上來嘅時候咪知，我上人去嘅，所以我就變得背。新疆會去本了嚇。會啦。哎呀。我八卦一見我係攞三隻了。我嘛是食。咱個了食嘅。我反正我知道台灣就別食，我就別買八卦嚟食。食那個對。你係咪冇睇買八卦咩嚇阿龍？我呢冇八卦，你冇食八卦。因我咪是你米城鄉嘅八卦嘅咯，係食。未使冇好食咩米城鄉？冇，我真冇食過米城鄉八卦。因邊啲八卦就好食嗰種。要往這邊嘅那有蝦米呢？仲有佢哋你咁記呢？你講嘅八卦咩？有啲成日都 KL， 你家己大佬有誒。你那邊咧本時，邊咧唔是大佬啦，邊咧有家己嘅八卦行嘅。KL 本時，咁老實講一句啦，咱馬來西亞嘅八卦 KL 本時上，咪龍記肉乾，係你actually是真係好食嘅，真係好食，比新加坡真得濟。咱個覺得冇超偉大啊！我想要家己做啊，特別個這個。特別你冇講 Rose Wine 咧，估你未見咯，未買。我買了 Rose Wine，我買啊，特別我唔睇到。我買。你講你買貴嗎？我係見你講。我買了嚇，我買了，是講我唔知係得落一件，我較水啊！我先正後尾個紅咧，嗰穿紅嘅衫。因為嗬，我先正，你睇下無出門嘅講嗬，咱是到厝冇嘢做，都是食咧嘛，冇做咩嚇。然後食咯，食了物件。了嗬，今年讓確定人都嚟講過，但不過每讓今年30會食物件啥物拍水，讓拍水啊，特別都已經貴啊，只嘅。嗱，最後面特別啊盤菜啥物件？我講成啦，我本時我係幾乎又叫我煮盤菜，我今年煮盤菜咯。你我今年我。較早是早一個2禮拜3禮拜整，我去一個市場街，我嚟鄧蘭街啊，吉隆坡嘅鄧蘭街，伊邊嗰個海味嘅店嘛，俾嗰個乾，俾你像橄欖豬，你看俾你橄欖豬，大料係米香乾呢，我俾你乾咯，冇上你地血嘅乾。嚇，係咩物件個？一種個是伊是有底味嘅，伊是茶樹菇啊。你來伊是大，伊是有底，因為伊是像咱平常時食嘅香菇，還是無像嘅香菇？無像嘅菇。伊上加迄個長嘅香菇，長嘅菇叫咩？我忘達到點不入迄種拍攞隻攞啊，印度基。金針菇，金針菇。特別伊是大張迄種誒，伊是較大張，特別較粗。金針菜。冇伊叫 seafood mushroom 啊叫，特別唔是。唔是 seafood，伊是茶樹。哦，你看你啊，像阿龍看到呀。煮湯嘅，然後食下你食逐個食啊。那阿龍嘅看咯，阿龍是，伊本是等特別伊炒較大粒。一種即個就是咯，聽講是伊寫啲即個第 plantation 哦，所以數到味。哦，阿龍我都嚟有嘅呢。真係食嘅嘛，問佢了。你別滾湯嘅嚇，我唔係食過喎。我哋做滾湯咩料嘅？我滾湯就好似係咯。OK，咱嗱細講老火湯係老火涼湯，所以我用到即係茶樹菇。買3種唔同嘅菇咯，即係一種了個一個是炒菇咯，就是草菇啊。本是大本嘅了個一個巴西蘑菇，巴西蘑菇人再講弄迄個松茸，伊是叫松茸。咁即係阿龍定期伊是巴西定期啊，伊是巴西蘑菇嚟嘅。阿龍定期是應該阿龍啲笑。阿龍唔使講係咪鬼？快定本啊伊！我上個伊 frozen 係。不過俾條係喂，嗱 frozen 豬我唔使講係咩？係咪90字邊係咪？養杜鵑啊，養成個養杜鵑，副價咯你，好貴啊！
哈咪咪来，哈咪进来了，再讲就杨杜過鹃。嚟啦。特別伊就棒喺啲嘢。等陣，我翕相吧咯。其實應該。然後即三種歌咧，浸水啊，嗬，洗清氣咧，要用清氣嘅水，用幾多嘅水嚟浸伊咯，浸啊個嘅隻，咁啊撲機可以水嘅咧會食。哦，這裡係 truffles 啊。唔是 truffle 嚟。楊杜我看到楊杜鹃，免了九三字，你看到阿龍有，啊，阿龍有個了，你看你物件誒。阿龍是咩咧？你下面歌會會係咪出聲？你等我看一個大歌，即係我寫嘅。啊，這成個 truffles 呢？啊，唔是，伊成差唔多。唔是 not truffles，是 truffles 叫做咩啊？Porcini。No，伊是你看到啊，這保健啲。我佢叫嚟講。伊是叫做 truffle mushroom 係。面是伊隻咩啊？冇伊隻名誒，伊隻名誒。阿毛太快阿毛名。呢個也是食，呢個我食過啊啫。貴是貴我出價啫。叫乜咩啊 ？Morel，no，對，冇了。即係金針花嚟，是唔是？冇了，對。貴啊！即係可滾湯嘅，煮啊。誒 ，Morel 別講無好誒，而唔好意談咩？Morel 冇啦，冇了咯，冇就好嘅就。我冇叫冇了，冇啊！你睇你面嘅，OK。冇了。花膠，無好嘅無了嚇。嘅真係花膠嘅，即係沉嘅花膠。然後另外自己係咩？阿龍你出另外自己出嘅，然後咧是特別係炒嘅炒歌，藤椒花，點尖花，硬炒花，係咪炒？係咪花？快等人知啫。哦，蟲草花係啊。哦。cordyceps 啊，而家 cordyceps 是。我唔知啊，我唔記得叫咩。總之，能看到這裡，能知意思係咩嘢？我唔知。我就是你我看到，我想學下你放你我對咩事搞落嚟？蟲草花，哦。對。OK。啊 OK，啊，即係你你隻歌，你盤出嚟入面就隻歌嚇。冇啦，因為可能先知啊，就是愛辦淡薄，你看你干開，可能會即係一個 tradition 嚟。哦 ，OK， 辦干開。แล้วกูจะ辦你係咯，我有買條花膠咯。花膠是係你。菜咯。誒，花膠唔是食 dessert 嘅咩嚇？花膠。哦 no， 花膠是虎嘅票，虎票特別隻貴嘅虎票。虎票。哎呦，我睇唔數。正貴嘅。哦。係是大。係你隻貴嘅，我聽講。聽過嘅。Because 甚至我見過你講咩？你講嚟做咩嘛？嚇，對，我每當你花膠啊，花椒，你阿個落貴嘅嘢，你是講到好嘅個你啲獨地呢，啲嚇，90清嘛有。嚇，90清啊！上加鯊魚骨。OK，我剛才定住，我唔係隻句花膠嘅，花椒係咪？花膠，我唔係隻句花膠嘅，我特別講花膠，我是想掉你成個人食糖水嘅，你頭椒，你是頭椒，我成個你別嘅花膠嚟做糖水咩？應該是嘛，唔是？臭醋咧，臭臭然後一條糊皮咯，入邊一時做喺結嘅嘛，一時做喺結嘅。嚇，涼飲用頭椒較好，用頭椒。搬出嚟湯本是涼結嘅，變咗我當時換樣本嘅。哎呦，我上期把路愛做花膠精啊，係樣管。哦，結啊，你我話想食一隻小呢。情事咧，真係啲罐頭。Actually 啊，John啊，我唔知隻小是人做關嘅度。我諗只單純你咪就係呢個記咯。我朋友有面嘅，我就面嘅，佢講我，你啊，廿四面是唔是就好？因為我就你係我笑啊你。我咩你咪依舊嘢，我講我你咪就做咧，是唔是好咧？你出嚟俾誤會嘅，叫乜誤會嘅嘛？依舊嘢。等陣，我俾講我係花膠嘅講數，花膠是唔是叫花膠啊？係咪膠？我唔制，其實我唔制。糊票咧，糊票。我特別是叫糊票，特別糊票，我對我嚟講唔是講成日貴嘅物件嘛。了要辦嘢。花膠咧，都是我唔係隻貴，300人唔係隻貴。了個今年唔是今年，舊年我對馬來西亞時我會去食，請我姊嘅 anniversary 希望去食到隻貴到來叫，佢哋咩
明我朋友嘅店啊，你未報嚇，你拍廣告嗰啲冇學廣告類，未報對。未報 balance 啊，唔知佢叫咩新嘅名，定得叫未報 balance 下掉。แล้วมันจะกุย咯แล้ว我去食我講哎呦真係貴啊個奶黃去食伊個湯嘅時啊伊個花膠嘅湯啊我有10人啊一人一地教我多地教嘅先啊多地啊嗬啊個半寸可能嘛一地有你教成個半寸我是講伊 thickness 教還是伊大伊地就大伊 thickness 伊是看教伊唔是看大地哦，特別我唔知嗰一人，一成一隻成個香乾，佢都就隻，然後一隻淡薄成個咧你叫咩爆虎，你看你特別級，特別伊，特別隻好隻，你我嘛講美怪啦，你到你貴一貴，伊唔是成日講一片一片嘅事，實實在在一人貴人一貴地嗰種，貴人伊貴地，你看貴片，你看一人一個 soup 一地。然後我把它食掉個，哇！原來是那貴唔㗎。I mean，我是未想食，你看物件我是唔捌食過，知道就要搞啊。是講伊湯就好食咯，伊湯變做成個結黏黏嘅咧，成個咧，你吹準就黏掉，你汁啊，唔是汁，伊湯啊，做你吹準黏掉。是喺你做伊黏嘅時候，應該係別行物件咯。別行嘅，伊唔是干那發酵呢，因為伊干那靠發酵咧，應該愛做較爛嘅了無達啦。咧伊嘛是我食無着，伊較濟是放喺老雞母啦，放雞落去煮成嘅啊，伊搭啲有肉骨有即個雞。伊成個嫩，不成個白色，成個古靈，可能伊個湯白白。啊，發酵湯是白色，啲人肯食。OK，你看人誒clubhouse 嘅聽眾啦 ，GLY 伊個 profile pic 一組花膠雞，你看。Geli 啊 G 啊我冇看到發酵得咯，發酵得咯。你就變有可以小英嘛？放聲。你小英。我看到小英，特別我冇看到發酵哦。冇你看袂到嘅，because 伊是湯嘅。搖起啊！應該是搖。我看到一隻吉拉吉拉，我看到一隻吉拉吉拉一伸到邊啊，一隻白色嘅把柄，就是看到吉拉吉拉，未必你就是發酵。係咪是發酵？我未曉。發酵是糊票嚟咋？糊多特別 fish more， 特別冇成個人食你煎過啊 fish more 一直是啥？一般是 from 發酵，特別可一個發酵呢是大一浸了 ，and then 一個 process 過一煎過就是 fish more，未煎過嘅，伊是干那大แล้ว浸水就是發酵安尼啊。哦，呢就是糊嘅不論對啊。怎麼說呢？這外出門安尼冇上嘅 option，怎麼說還是裝較貴？怎麼是煎過較冇那貴嘅？看糊嘛，煎過是偏嘅嘛，半幾糊啫，就嚟糊嘅嘛。你有蝦米嘛？成個我買有幾嗱行，成個你有買到下咧蝦米？伊講是下咧 cold fish 啦，個蝦米 New Zealand 嘅啦，個蝦米 North 嘅。成個我買只落地，安尼洗地本幾十塊啫，我未沾過。你到落地都看者你，我一地，你看到邊度一路啊？我買地20幾，我買落地已經40幾啊。安尼偏，即係我買是90啊，唔係90啦，我買60塊落地，特別我個另外一包咧較舊淡薄下咧是差唔多100塊。要講倒落來哦。冇咧看咩糊，愛看糊唔是倒落來，愛看咩糊嘅。冇是香咪糊加香港倒落來嘛。唔是，我即係我伊講我即係是係咪鱈魚就話 cold fish fish 冇。cod fish แล้ว有嘅嗬，有嘅發酵是貴地，就唔捌吃過，唔捌破過，係你更加貴啲啫。嚇，แล้ว我唔成日看你，我看到，特別 baby 我食嘅冇上一碰嘅。伊有成個貴地啊！你看你，แล้ว都係啲係咧成個sunlight 啊地啊！你看佢看可以是成個透明係咧是白水嘅，加水嘅，係咧係燒只菇嘅，係咧伊未食過咩？但我看到冇咩上嘅喎，即多麼安怎吹啊？你看是煮了嘛？冇上了誒，你煮了，因為愛煮過，你愛炸一日，你就要煮了放薑放椒落去。花沙子，等人安怎 spell 啊？花膠啊？花沙子，花椒。JIAO 花椒。誒，唔對誒，一隻花椒出來。
花椒，一个月啊，一个椒配的椒啫。哦，我特別吹花椒 fish mall 啊，那款股呢？票啊，呢哈呢特別安裝，伊安裝碰會 shape 一台無相嘅啊，對，無相嘅，有講款成個是 cylinder shape 安尼款。我係成日摸過呢，我去看到成日有咧是古窿起來嘅咁，我啲有啊，我落樓下，我啲成我笨我少啲。冇會等等嘅，冇等等。哦，我只係差唔多呢款呢，一碰碰成日咧條乾肯呢 fish mall。一浸出一浸好咧就白白食咯，白白一下雞配就安尼。就真係有煮是唔是？即係花膠。有喺度煮，後邊我就冇煮啊，唔多，因為咧嘅學起來麻煩。是啊，發起來了嘛？即係啊，我只係 shape 呢，哎呦，那貴啊！是啦，這是係咪？這是係咪？就是我講看伊嘅湖，看伊嘅色，大葉湖嘅星空啊 ，Indonesian dried fish mall，maybe 就是 Indonesian 嘅類嚇，490。Indonesia 480嘢嚟，是rupiah。唔是啦，我 video 這裡唔是咯，應該是美金，應該是新加坡度。這是美金哦 US 啊 ，US 來啦，少少。 Oh my god！ 400幾個，有多啲咧？因為成日幾倍嗬？對，一浸出就幾倍安尼，一學起來是。特別我只係是唔是呢？我只係是我記較舊嘅。那成日就無聊咗，咱最想到假年，嚇呐！咱真奇怪就好。是哦，我人3000年嘅。之前你看一座地咯，特別博大精深，唔知係等。對啊，唔過唔是一個啊，個灣個有鯊魚骨啊，我咱下面咪有會食，鯊魚骨是 shark 啊，有 shark 嘅，了個有一個魚唇，就是湖啊，那可能我看到咧，當佢煮過啊，我個會煎，是咧嚇。誒，湖嘅脆皮我是搞我自己嘅 fresh 湖嘅脆皮啊。咦，這個吉利呢，這是海參呀。啊，係上嚟，係什麼吉利？做咩嘢？幾時玩？水水嘅，係咯，做咩講 spy？我只係海參，就海參就好正。我冇。刺三，這是日本嘅刺三，是8號，是唔是？啊，有刺嘅，是叫三隻嘅梅絲嘅，咁樣啲邊界梅絲嘅。花膠。個餅就係我哋。刺三我都有買掉來看。嚟。I think 啊，定住我只係度啊，個了伊個 half of it cost 到啲伊個包即係 fish mall 嘅。特別先三冇啦，有可能有辦機會揾你啦。特別係經驗冇有辦機會咁講。冇啦，伊講花膠就是達到 charge 咯誒，花膠即係治療。你冇，OK，你攞去食，成日一隻鮑魚係咪？因為是一人一地，一部成講切嘅。鮑魚都是一人一地嘛，鮑魚那些的。鮑魚水頭誒，看。你看你話你攞嚟頭，你大地你真貴咯，真係。攞嚟頭是也少啦，冇出現掉啊，攞頭自己你冇。喲，等陣你到底隻亂會人講嘅頭我先嚟頭我就水哦，我梗係唔會橋啊，等陣有咩bằng咯？冇啦，意思貴正講好玩嘅啦，冇意思嘅啦。直播。咩啊？阿薩個要幾時鳥咩？哦鳥。你佢注意到線頭毛，我冇注意啊，完全。如果頭毛大隻時候，你所有都不分別。嗱，哇，咁成個狗啊，自己咁狗啊！誒冇，因為我是線了頭毛長啊嘛，我被留下長同冇啊長嘅，哇搞咯，你我其實我把佢睇其實未死到毛嘅，特別嚇，嗱講我揸住隻我吹頭毛嚟講下，吹紅湯，吹毛，啲毛係較實嘅呀，你睇就起佢起來換得深，嗱講我冇吹嘢講下。就去 check 其實什麼機，特別今年唔是幾年嘛，所以我冇什麼機模型。啊，嚟個講到啲啊，即係90字就對嘢，依上貴嘅依對嘢。聽電話，因為 Clubhouse automatically 出 after 我。哦 ，OK。你拍你咩？花膠，了做 OK，我是老實講啊，我40做人10幾年，我把頭先食花膠。舊年我冇食過。我飛條路食過，你唔知呢啦。誒，未必，唔是特別有攤食，特別是有攤食是即10幾年數來咗就啲馬來西亞。有一年是我嘅朋友Maggie Mi到啲新加坡帶我去食過一道。因為來咗只講，
即講 like 啊，你話特別即講要佢實應該即講佢哋即講有做嗰隻物件。嚇，即講有可能是聽到這類物件㗎啦。Somebody，我不如見面啦，你發膠精，你咪去幫你冇 collagen。又幾嚟？好啊，看啫，你實應該看發膠精神啫。假你發膠精。誒，咱這 topic 啊，講先啊，來啊，只見。講嚟講去講錢啦，即拖你假海鮮，拖你假糊多。誒，這家不如一間上哦。對，都是布魯一間嘅布魯好多啦，係啦，唔呀。布魯一間加下面同布魯。誒，布魯一間是唔是？布魯一間是伊嘅票咩？都唔是，布魯一間是伊多。伊糊多。你是布魯啦，布魯啦。冇想糊多噶，糊票是冇想物件嚟。冇想物件。布魯一間，布魯。哇！誒 ，actually 人我係邊個嘅福建話是叫布魯一間嘅，你記聽啊？布魯一間嘅嘛？玻璃間。布魯一間嚇，布魯一間，布魯一間，你知啊？布魯一間，唔是布魯一間冇上八嚟是哦，上八嚟咩？冇相。伊個布魯一間是伊個島嚟嚇。島加湖標加湖島咪有相。嚇，有聲啦，有聲啦。數起來講。加工，你開小英個未？加工。佢有冇小英？啊，你冇小英個。你寫一部嘅花呢？你冇開 video 嚇？呢度冇可能，呢度冇開小英嘅，一講到唔係開小英嘅。嚇，唔係咩？唔係咧，看到伊嘅，咱是 personally 咱擺你哋喺 Facebook 或者伊呢啊，伊唔係開小英嘅。哦，哇 ，mysterious。你咱擺伊，咱個在入邊嘅。哦。OK， 了個恭喜發財再講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今日當我哋講到真正食物件，但係我唔知是唔是，即係講應該是滷嚇。係咪嚟？即係講滷是唔是把好啊？對個幾有佢哋什麼 happy 是唔是滷好啊？是啊。有我嘅笑臉。我知道會叫你個地址，但你個做我咧唔知拍唔見咁咩shipping嘅時候。掉咯，冇教，係啊。哈，係你 cookie 唔是借鐳，但係係你 postage 啊。係啦，唔要緊。postage 都冇教嘅起行。等我去英國除鐳時，咱做隻做。係晒。幾閃嘅。OK，我發別家嚟。啊 ，OK 嚟。我把你找念羅棍，幫我冇。我食嘢喎，你因為主要嘅正嘅 style 咧，佢應該。Campuran pati perut ikan dengan sudi huang dan beri. Wala lang perut ikan mo, kaliaw kaya orang jadi tuan yang nikia. Oh. Bola lah perut ikan si boho hu I think. 我除咗係係心啊，你射啊，你咁樣講嘅黐線。家己去好少咁樣好嘅玻璃間。家己試啊。咩啊？你家己試啊？喲。真正少人食玻璃間啊，嚇人呀。有啦，食到矮啊。哦呀。是。有啦，伊人有煮來食嘅啦。就參乜等到食啦。OK。那大菜來玻璃間。哦。比較直講咗啊！嚟阿龍唔是啊，就使你講未？我講我提食咩？我提嚟講我嘅九十字尾一個發菜蠔豉，然後加一個杜卡水，所以我 defrost 啊，嘅吹10個鐘對食啊。No, I mean 冇食，一是 separate 冇食 dishes 啦。冇食，一是發菜蠔豉是一個學菜煮韓國嘅鵝肝。哦，韓國鵝肝冇上話。好似啊，韓國鵝肝叫咩？韓國人講啦，未好韓國人叫咩？鵝肝，韓國鵝肝。哦，冇意思呢。鵝肝。啊，特啲我嗰陣時啊，奇怪我是覺得cool啦，cool。鵝肝啦，唔知鵝肝係咩啊？鵝肝係咩嘢？我唔知，我知鵝肝係咩？我唔曉這類物件。哦，韓國都唔知叫咩？韓國鵝肝真出名，你知哦。然後即係講九十字嗰時，你加大粒嘅，加 premium 嘅鵝肝。哦。
因為發財好即係發財好事，發財好事，發財好事。然後最尾就嚟生菜咯，生菜嘅生菜。dry oyster 即係發財oyster，我講可能煮貴姐特別煮你看啲物件 oyster 啦。發菜啦，好意頭過啦，你講。哇！然後對比蚵仔菜咯，蚵仔菜係生菜嘛，就係梗係生菜。所以你個嘅，你個嘅係蚵仔菜是裡面蚵仔菜啊？蚵仔菜類別一半係邊一隻嚟啦？整個 salad 你看包掉下隻。發菜好，有個俾隻杜卡水咯。唔是係白菜啊？唔是係白菜咩？隻 dish 係發菜。發菜係你餓死，係你接，係你食緊發菜，即係你標邊嘅。香我是真嘅喎。我看阿明伯即講對嚟正介時，我帶只用去買嘛，你去買海味，係去買海味，去大麥叫只講。得咯。你只講有啲啊？對，係你發財呢？有真係集裝嘅會嘅，就係。你是標邊嘅嚇？嘅，標邊嘅啦，標邊嘅係隻就好咯。係你嗰度咩咩咯？做咩耐？其實做未了。真係。sorry 嘛，冇 recycle 嘅，好啊，是咩價格直接。OK，เรามา拍成呢下，我是講，哎呀，等又被 man skip 啊 ，OK，讓佢 man 頭發菜啫。一直到老師講，你問教堂字邊，伊會飄飄。有。係冇 ，sorry 我係係你只發菜，唔係你標邊係。呢個教堂字 profile 嘅話咧，水過。一啲特別很嘅同。我問你南面是係咩物件啊？你講下。你會燒幾節啊？你做這裡很出來。你 freeze 哦。係 freeze 啦。所以嗰啲 frozen 嘅用白 frozen 啦。所以你 frozen 你上交去邊咧？點解用特別經驗接成都咯？接做曬成都。特別我冇有我 cooler bag 嘅 cooler bag 裏邊係 dry ice 嘅。哦，特別你講我聽你南面係咩物件咧？南邊我係更有做嘅煮，更有做香菇、小白、後市夠係你發菜啦。哇，成個真好正咧哦！ Yeah， 你一接哦，一接實在好接。即係我會係你。我會諗一接過。即係聊嘅了。原來諗背只是真好食嘅。喲，一隻。即係我就熟㗎，你只冇食嘅。我等我睇到你。一做出來是 actually 是 immediately 會使食嘅物件啦，但是你煮落幾，譬如講我而家唔會有隻物件。你做咗嗰時，一直跟佢做咗嚟食，嗰時伊被啲 oven 嗰時啲 microwave 連 let's say 5 minutes， 你梗係食嗰陣咗。reheat 嚟食 reheat，already 食了，所以你係吹啊，你叫人吹嘅咩？你煮出嚟嗰時 immediately 嗰時我哋二寶啲你煮嘅話，你話 immediately 會使食咧嗰時候。會使食了嚇 ，because 我叫佢 frozen 嘛，所以我 defrost，把佢叫佢吹咯。哦。我就熟嘅咩數啫？我就熟嘅呢 dish。low carb。我本身熟嘅食。low carb 係 oyster is good，oyster is good，fruit with iron。唔知我就熟嘅食蘑菇誒。蘑菇係咩？蘑菇係蘑菇。哦，香菇啊，香菇冇上嘅蘑菇跟蘑菇冇上嘅。蘑菇係咩？蘑菇是蘑嚇。冇唔是啦，蘑菇啦。哦，棍頭誒，特別我食佢棍頭嘅。冇啦，因為講棍頭，你一定頭個大粒嘅就係條仔個大粒。mutton mushroom。哦，OK。mutton 特別 mutton 嚇，等陣幾嚟。mutton 是牛扒嚟。mutton。แล้ว我教頭先俾你杜卡水，我冇睇到杜卡水，我冇知佢，就是唔杜卡水，滴是水嘅，水落嚇，唔是杜卡錯，水杜卡水，我唔係真嚇，我唔係對。杜卡廿三歲韓照瓜，你款煮嘅，哎呦好食啊！你是用嘢菜未必少，唔是，我唔係食過。邊人仲想食啲咩？邊個杜卡水？唔是杜卡錯啦，杜卡錯是哦誒，杜卡水係成個豆，即係有豆椒，即係落等我做乖啊，แล้ว我個俾談嘅嘢就係菜頭。
嚇對白菜頭煮嘅嚇，好食咯！伊白菜頭熟㗎啦，伊食哦好食。呀，嗱見係 profile 片看就係老糯啫，即係人。對，加工只傾九三字正夠煮咋，九三字。你捌拄過嘢個加工？哦 ，Clubhouse 我咪講過。我捌拄着伊買菜我去以後我放伊買菜喎。嚇！冇啦，我拄好冇。都冇。你有冇個俾一個喝住冷嘅菜？我講潮嘅九三。係啦。嚇嘅老潮佢哋。你是我個俾隻喝住冷嘅菜叫做一是胡椒嚟，胡椒煮南水南水胡椒喝住冷。清，會使拖清啊！伊是水落。你看只看到其他是只開胃，看到佢俾隻半啊。有。哇呀！阿John 隻貴咩啫你？啊，隻貴，我特別想食啊哈。嗰度有唄。哦，冇喎，我嘛煮誒。有啦，我看嘛小朋友冇咩，都卡出嚟是大把我自己是出來煮嘅。我呢隻咧牛奶菜店冇看到乜啊？而家唔是牛奶菜嚟喎，變靚嘅菜。都卡水，特別我唔食隻咩？我冇。我這邊可是我這邊一般是客人煮嘅隻哦，別怪，有可能是客人菜 ，because 我係廚是客人嘛，我係廚是客人，我係啦，我係人是客人，再講下。講咩咯？但係我人不是客人嚟㗎，呢我嚟呢個咪是客人咯，我是冇係你叫人客，唔是客人啊 ，please。叫人客 ，guest 是叫人客。嚇，人客唔是客人，我人是客人，我係廚是客，我係廚人。嚇嘿，客家人主腳蒜，主腳客人，主腳蒜，對。用嘢而家我都講佢你蒜呢個，而家你成個乜嘅嘅啊？硬咩落來哦？硬咩落來哦？即係不卡水是客人菜嚟啊？有可能咯，冇人做會曉。客人菜喎，OK，嗱我知啊，because 我媽是客人嚟，so 啊。係我試啦，你款試啦，試咗啦，對。Yeah，then 啊，伊煮 because 啊，伊個只是煮農業食 ，because 伊教伊農業人嘛。哦。所以煮出嚟是人都 automatically 想講是。是農業菜嗬？農業菜。對。馬路仔唔是農業。原來我們想是農業菜。我冇想是佢水一冇落。Now thank you。啊，對嗬，that's all I hear，個係獨角蒜。OK，獨角蒜，獨角蒜，主角唔是你啊，主角等住成下你呢？意思主角意思客話主角。喲，我聽人講話了，我做緊我物件嘅咧，唔對。OK，等覺得先正，佢咪講啦，哇，主角蒜，你講咩個？先正菜，你講咩咩個？不夠三字。呢個就係白根。我冇計白根，應該係係煎啊，伊隻油會煎啊。你係使嘅 air fryer 煎啊 ？air fryer 咯，特別做曬點解冇 air fryer 個？對，我做 air fryer。所以冇我得啦。哦。我人煎咪變好，我真係幾好啦，然後佢煎是半段。OK， 你不要俾下你家己人，你大案你對面嘅啊，冇。見到家己人嘅邊啊，煮好啊，一定係啊。你話俾就你正就我決定。啊，趣味。主角嗦，教我講下，即近日咧錄音比賽啊，別見人錄三嚟就 OK 啊，咱咪笨蛋啊，肯定。換一曬你啊！係啦，我驚啦，當見我computer crash 呢。百無禁忌啦，百無禁忌啦，就見啦。是碌關時間，我都講碌緊。對，我趕時間嘛，碌就關本對，那我 processor 就冇 because 當見冇人做就，我有曬 monitor 就，我 computer 當見 because 我俾即係新嘅 iPad 啊，即係我新正會咯，我新正 present。有幾個數講啦 M2 啊，有人冇 M1 嘅，我冇類，我俾 use 那誇張咯，有幾個數講，嗰個數啲 chat group 邊個試下講，我有幾個數係講，OK 啦，講是，隔離本冇會開來本是，這邊個錯，邊個。係咧，所以講句 recycle 講嘅。好啊啦，
你記我定得人講過一個鬼故事啊？係咪啊？佢在講成嘅。佢講你爭我你整。特別我講聽，我唔是特人，我都對佢聽舊 episode 就，所以人講就係時候，係你有啲新人啊，唔捌聽過啊，你告訴。實際人講，在咯，成劉千咪成人講，劉千講過啊嘛，對，講過劉千嘅。特別佢實講過個，點解是劉千是講嘅 view 啊？我講嘅時候，真係 view 爸爸。But anyway，講到啲新疆特別新疆新疆，今年新疆啦，然後8月10個，9個月。30回事，30回事啊！唔係啦，特別講調查就使講調查，今年調查幾時就使調啊？係咪好日子調查今年？只係面車邊有時啦，星期六1月15號是好日嚟調查，早起7點嗰個下晡1點會使調查，แล้ว小台會使調。哦，小台人未使調呀？對，แล้วก็這裡是17號，唔是好日，所以使調門咯。哦，15號、17號啦，當然真係是幾號20號啊？當然是21號。21號 ，OK。嚇，20號唔是好日使調，所以哦，15、17、20。OK，特別人講上話，人已經調嘅，但都會都是現調 live 人聽咯，現調 live 人佢使調。個點個機會有人調。你想講一個新疆就冇用，你就要看好啲小工啦，就調菜啦，แล้ว有人要新鮮啦，新鮮是幾隻新鮮神嘢，แล้ว個要看啲是開工啦，個要接在線啦，開工是你無歡喜嘅事，係咪叫你冇歡喜事？開工咯，佢就對佢做工啊。是本啦。車辣啊，今年。今年有放落估下人 holiday。忙拜字啦，喲，你少呢？因為禮拜8嘛，所以你幫拜字哦，是唔是？冇係一禮拜放啊，定到有人放一禮拜，唔是？冇幫一禮拜，甚至唔是大擺放一禮拜啊？2節你就來。捆綁嘅2節呀，係咪你先？我等。中國啊，韓國梗係放一禮拜嘅。韓國冇放一禮拜啊？韓國是3節4節嘅。哦，你是講樣8月10個是放較大啊？是唔是？本是上本嘅，是常常係拄到拜六禮拜咯，所以變咗等於咯。你講你今年新疆你去台灣啊？耶！哦，去做咩？去食新疆麵哦，有隻個你笑，去食八卦，隻個你邊邊放使放唔出。對，就是要錢做緊啲物件㗎啦。我愛本啊！我幾時喺做可以啊？等陣我好有時候掉隻物嘅隻有機物件都冇吩咐啊！我就聽講叫做大卡吹嘅，是 flight attendant 呢。伊話來過，我會記我大卡吹。聽過。伊教我買隻 T-shirt 啦，嗬！一定要我隻對來是要梅話啲 T-shirt 入嚟講對來特別我背我比較嗰個。然後我一頭吹冇伊講得，所以我唔知講，那是大卡吹，那是你看到這 episode 嘅時候。是唔是自己幾個人食物件啊？是叫？唔是，咱唔係都佢一度美國嘅 ，ATB 國嘅啦，嚇，一度美國嘅，大擺講可能係到標緊要嘅，然後伊做 flight attendant 嘅嘛，然後伊講，伊叫我俾 T-shirt 啦，叫我叫伊啊嚇，我全部我唔知到底 WhatsApp 啦，還是 Facebook message 啦，還是大陸伊叫我別記啊，我全部伊 email 都就，所以那時你看到這 message 你教我通知我，就我嘅叫你三路。OK，嚟就去講，咱特別到大 episode 特別講這 message 應該聽到。別了，講。OK 了，咁樣講咩啊？對，去韓國食八卦。台灣啊，台灣八卦，人冇講呢啫喎，台灣八卦冇講大大。哦，一隻腳機嘅鉗嘅，下隻機嘅，一隻鉗嘅。因為有經驗有出面叫新東陽啊。嚇！我冇聽過新東陽。冇啫，冇啫。哦，sorry，我講嘅唔是李金基嘅八卦，是新東陽嘅八卦。sorry。你講啦，李金基都係八卦嘅，是講你係八卦，你出嚟啊？我是冇出。我唔知我按做李金基，有可能咱未曉啦。對，新東陽對。我講唔對，我記三字鄧人字嘛，咪是上我新東陽，叮叮當嘅咧。
新東陽係冇字啊，我記住。應該話譬如講去買人大關人啦，你講下即係出名啦。แล้วแล้วอีก講買對咯啊，我買咯買白關啦，買糊嘅白糊啦，買乜啦，買糊我冇聽過冇。แล้วอี白糊插我買白糊參掉seaweed嘅別牌子，係咪叫咯？新東陽嘅咯，但嗰時啷個好食啊？感覺。去台灣咯，係咪好食先正啊？物件？你是 during 先正時去啊？就是咧，我自家名而家拜個。哇！誒，你有朋友啊？係咪？還是自己？即係阿羅嗰粒點冚嘅啦，是唔是？國際版嘅朋友，國際版嘅朋友。哦哇！你可以得去吹啦啊！你國際版嘅朋友嘅了。online 國際版嘅 online 俾吹。哇！哎呦，歡喜咯！誒，我哋使開隻國際版是到啲台灣嚟開嘅啊！都即係上即係。如果講我話只去台北仔，你講唔麻煩，我驚拍攝，講我自己去路大就嚟吹路。哦。你嘅唔做到啲台北嘅。哦，你背接台北啊？我背去台北，我actually唔是背去台北，我背去桃園，伊是桃園嘅人，特別我是背去桃園咧，我是 immediately 接去台北咧。哦，我是去佚去補。你短嘅時間去吹啦。要交俾一名。哦啊，交俾一名呢 ？because 我交俾一名是被困幾條嘅。哦，所以叫你去計伊出大。我叫佢計住咪困。我講要 offer 過，特別我未啦，我第二集係六個就揸車嚇，所以我要。airport 啊，哦 ，OK， 我唔是觀塘卡啦，我是卡 luxury 嘅，我有睡 hotel 啦，啲 airport hotel，客棧，有客，我記點嘅客棧。哎呀，我知道對時我們就嘅名到底講新加坡，所以我唔知講，我唔知啊，今年10月對時我就新加坡就俾 Aerotel 啊，新加坡有 Marriott 有客棧嗎 ？Marriott 貴啊，我聽得多貴我裏邊特別需要個爽冇 Aerotel 咯。Aerotel 是便宜啊。是啊，細間嘅。OK，我是要買到Aerotel。我懷疑是我報到交貴，一直到我對於變成對嚟點先是飛機到底你 cancel 而嘛，所以一背我大一名三，我是報掉咗，變咗三是真正好嘅 hotel 嚟。到底 KLIA 裏邊，喂，記哦，三有隻 service 啊。因為在坐入 VIP， 一直到啲三嘢坐入起個你嘅 terminal 你嘅 gate 嘅。對啦，一直是我唔制就，我其實我以後我 check in 呢隻名就是啲背景，就是講完出嚟㗎啦，because 是 cancel 嘛，所以我哋邊樣背個 KL 啦，以後往啲歌㗎啦，我哋夾掉去你包咗啦，我是驚嘅以後，但係我一驚俾啲 within 佢哋背景裏邊，我驚半點政府就，驚半點即係驚夠落，但係其實第二節我被講到啲背景電視啊，一次裏邊講都係去背景電視，我係寫字啊。忘記了學弟可以幾時寫字？是咩？爽哦！就係快咯，你講清都夠啊！新加坡咧是講新加坡，我是去 lounge 咯。啊，冇佢lounge shopping，lounge shopping 要去定時時我是去一間 lounge 啊，只，攞得正三正，佢跳去北京嘅 lounge，只。然後放曬就是飛機來飛啊，爭議啫。你嗰件事愛放嘅使放緊了成，啲飛機裏邊啲菜湯嘅。我大概是量差唔多買飛機買起嘅時候，我甲你係稱，所以成隻放曬爭議，那個起飛機是最好嘅，那是點先係啱。靚食對嚟就新加坡啊！嚟新加坡頭先講嘢嚇，頭先林世成被講一行咧，林世。我別記我別記啊！你我講，我講係估啊，去普羅對嚟一實別記。去普羅。頭先講嘅是講到八卦嘅事，頭先。講八卦咧，去台灣食八卦，新東陽。新東陽伊食濟是，伊唔是講干那八卦咧嘛，佢食濟。要八項物件本。要迄咪滷蛋咪幾樣嘢嘛？但係排隊啦，喺邊。鐵蛋滷蛋本有啦，滷樣嘢了啦，攞樣嘢咯。伊是台灣食啦。台灣嘅，伊是店來了，伊是拍包嘅，都愛的拍包。哦，那到底乜嚟寫是 restaurant 嚟嚇？唔是。了？應該是講。
我應該是海外天，可能海外天應該是。哦，海外有天有賣新東陽嘅物件。係啦，唔是，新東陽頭先我冇講到，我講北灣嘅嘛。แล้ว你咁嘅我記上嗰時有家己嘅大樓嗰時未先。哦，有可能本到香港嘅呀。感覺上嗰時有啊，感覺上嗰時有，代表唔知大陸看。咁輪胎哦。邊啊？咁輪胎是美國邊嘅。咁輪胎哦。咁輪胎是大樓嚟，是唔是？佢大樓後大樓。啊，是有北關冇奇怪。我咁輪胎加入乾行，啊咩？加入乾。冇要未加入乾行，喂幾位？加入乾。啊，喂幾位講故事啊嘛？咁輪胎加入乾行，咩？聽 radio 是聽到。你食咩啊？阿龍食咩？阿順哥二次啊，直到門口泊車方便，落水都唔使驚。冇位記是我來也啦，哦，你是我來也，加入乾行。我未講你講，今日是佢三字啊嘛，我來也咪是啊咩新東陽咪是三字。咁輪胎嚇。咁輪胎。你食咩？哦，益塔。喲呢，講解好名呢lang。點咩？哎喲，這是葡撻嚟啊！伊對面有燒誒。葡撻。誒特別，actually 我冇食隻葡撻咧，同人講。我嗰時到到會嘅，即係Dunkin Donut 你個冇人好食。哇！Dunkin Donut 個葡撻喎，希望我 Dunkin Donut 有葡撻啊！呢個冇嘅啊！我係夠，但我諗係美國 Dunkin Donut 有仆街呢。冇。嗰啲Dunkin Donut 轉一隻面嘅喺度。我諗轉一隻面嘅經常。我特別錯，下我是 Donut 呢。台灣嘅 KFC 成日是有撻本嘅嘛，台灣 KFC。嗰日本有本中國冇。有撻嘅，有益撻嘅樣本。不過我應該嗰啲應該就個 Dunkin 葡撻誒，是 Dunkin Donut。我是講頭早去，我是去啊。啊，就使就講伊食一湯嘅邊，我是去樓上攞了3刀。啊！是啦，咪知唔知你同我講呢？我係講嚇，so early 講嚇一個 early 嘅同我講，你講 everywhere well。啱是，我這邊隔河是真正是行路上嘅，特人啊，會使講啦，大清溪人我攏冇嘢。伊照本撈了錢咯啊！我朋友撈4刀，跟住甲我講，我3刀，我4刀都滯哦。actually 我暑假到時你路上咧就個片個未歹食嘅，我暑假係你。壽司嘟咧，哦，本來，因為貴子嘅嘛。嘟 king 嘅路上，嘟 king 嘅路上啊。這邊個隔了一本啦，鹽隔了有嘅。啊，是講你人來厝哦，要來厝路哦，你買一個係做厝啊，按老食爽，因為。我隻 kit 喎，一 kit 嚟哦。啊 ，starter kit 可能。伊這個位啦，要細款嘅，然後要大款。要糊啊，冇糊啦，你家己係。啊，要salmon嘅。哦。但伊較好，因為伊唔係較 fresh ingredient，伊唔是講你係 calorie 嘅料嘅，即係無靠大樓嘅料嘅。我試咧。免啊，就使你咪去，你免今年你咪去壽司嘟了啦，免去嘟緊嘅啦，你去凊彩一本餐館隔了本有了嘅，大家。我聽佢嗱勁啦，我飛到壽司嘟咧嗰時是片個錢咯。個片個字啊，個片個字咪最狂一個字。係你嘟爹啊嚇個字咯。嘟爹。嘟爹係咩嚟嚇？壽司嘟了。壽司嘟啊！係你係咩？係你上個是檳城嘅5年嘛？冇啦，新加坡嘛有，印尼嘛有。伊是真嚟啦，新加坡有啊。伊是真嚟嗬。啊，新加坡真嚟。誒，但係你講咩嘟爹啊？嘟爹係啊，嘟爹啊。嘟爹啦。我想講是檳城嘅店嚟啊。唔是啦。我阿 John 應該唔知是嘟爹啦，你知嘟爹咩？我冇聽過嘟爹啊！嘟經路吧，嘟經唔是嘟爹就參加你 scallop unlimited 咧，可能 scallop 係唔是？唔，伊是唔是叫啊？直來，伊成個 unlimited 啊嘛，直食 non-stop 嘅。唔好 unlimited 你咪見，好你 unlimited。冇啊！阿丁你唔知嘟爹咋？你嘅年代是冇嘟爹，我冇聽過，我冇聽過嘅。我唔是去，佢嘟經是你 conveyor sushi 嘅，即係唔是？啊，伊這是成日你借落嚟借一下，特別你叫喎。伊成日因為你只出名，我真係食隻 scallop 嘅。嘟唔是人哋講嘢，嘟唔是政府啊？阿拉格嘅啊，
啊，阿拉吉的嗎？阿拉吉嚟，對，邊呢一間嘅，嗰就兩間，一間北海，一間對，北海冇。嚇，對，你看，北海有一間就正常嘅，邊呢度最。邊呢定到一半半個刀，冇搬過。特別一點就只起時候，一正超平啊，伊個小姐補實呢。特別我未記伊所在是到咯，特別我真係只起時，我借位後，伊是成個補實呢，伊成個用滴做嘅，伊個補。冇做補費。面試咩？以抗要求嘅。I think 伊講滴是，I think 伊 logo 本是甲滴有關係嘛先，伊 logo 是一個湖嘅，就冇滴咩？是有嗎？明白？伊成個滴嘅呢，我冇去過攞刀，你樣只輕就是只普機㗎啦，落去。車子啊！冇道具嚟啊，道具。對都唔得。就使 Kirishima 喎，路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恭喜發財，道哥。恭喜發財。Chris 都冇攞上。紅包係咩？冇好啊，紅包啊！你未拍攝啊？你邊配舊嘅事？我未拍舊嘅，我未拍攝。但我諗講咪嘟，日本啊。sushi 爹，唔係 sushi 都我冇去過，你知？相信都去過。特別好，我記得出名嘅dish 就是一隻 scallop on the shell 嘅。maybe 是 promo 嚟啊，甚至是 promo。我特別其實特別食一定要係 cheese 呢。Taste big 哦。你食個motoyaki啦。特別伊是 scallop 到啲 shell 對面是 scallop shell 對面。แล้วเอาไว้โบสักเสียเอาไว้โบเขียน好像จะกระโดดตาเหวไอ้กี่กี่อ่ะ講你買俾佢哋你嚟去 supermarket 買เลย。แล้วก็โลซังเดียว係โลซัง嘅 pack 冇嘅，โลซัง嘅 pack 冇事。咁大都未見嘅แล้ว要嚟攪試過咯，แล้วอีกแล้ว是 coloring 嘅。冰食啦、青食啦、黃色啦、硬食啦。有嘅呢。我唔介意呢啲嘢，喺呢個會。你而家老生有一間電影嘅是我朋友嘅店啦，嗰陣時我睇名，我朋友伊老生店，伊是貴set嘅，伊賣 set嘅，伊就等於冇賣，伊是就是我嘅老朋友嘅店嚟嘅，春風味。伊店有賣百項物件啦。springtoast23.com 嚇，伊有賣百項物件，啊，just spell what trick？你係勁哦，伊唔是有 coloring 嘅。toast spring toast YE toast TOAST 啊，還是 TOSS？ 哦，連啊咪就是 pass springtoast 23.com YEESANG springtoast 23.com 哦，即係近啊賣即個老生嘅物件咧。哇，一年通天嘅睇賣啊，還是新加嘅賣呢？伊就一年通冇賣。哇，咱家講過。要俾導遊所對嚇，就你朋友啊，咱世界交講嘅啫，你話哦，嗰邊咧這項物件話，起叮當當拍廣告，評價之智者，伊當然就要表態，哈，講嘢哦，咁水呢，還沒少，還沒力，哈，乾還沒生衛生，還沒乾，還沒衛生，哎呦，魚生。魚生綜合包，方便綜合省時省力，乾淨衛生。嚇，中係咪風係咪唔知？中風，品質優良啊！我有得。誒，呢度兩個夾起來，都邊呢？省時省力哦，乾淨衛生我曉啦，咁啊小快是我才講他未對。我曉讀嘅，要俾多隻石嚟呢度，要無相關嘅石嚟。哦，要無相嘅 ，OK。所以人實嘅舊關嘢，咱舊嘅比數我知啫嚇。但是講有計比話你有聲係嘛？伊是轉那邊應該係那the whole bunch of 有嘅。我同媽講你係就是兩個啦。之前是你朋友啊？之前？伊無啲相影裏邊啊？這 video 唔是係啦。唔是啊，actor，我朋友是頭家嚟嘅，我朋友是 brand owner。哦，一個俾咧，其實誒好咧，好了。
food service 以上。哦，這是平常時冇賣啊，圖今年冬天。今年冬天有賣。冇啦，有咩？有咩？我唔整啦。咦，halal 嚇？tapi 看啦，伊我唔捌看人買380個字賣啦。伊有迄個糊啊，迄糊黐嘛，咱做先來邊呢？喺你面有幾大？你見炸煙俾，冇你家己買糊係。家己幫嘅，即個無可能醫生是伊 provide 了嘅，小嘅啊。那我有食巴多條嘛是去。我是貴石嚟咯，我唔知啦。我冇伊樣是貴石本好係啊，伊無摻錢糊嘅。前湖冇摻，我把這不干特別看咧嚇，小區別啊。摻湖對入邊不落一間去啊，都 before 都多事。任湖，特別伊菜未歹咩？伊菜就一時啊，一唔是時。菜來，隔兩時，隔兩時。哦，伊是是你俾 packing 嘅。啊。你都家己 add 成啊。對。其實我唔知講前湖裏面，咱食老生時裏面是係咩物件？伊是 preserve 嘅 veggie 來，這個應該是。咱平時食，哦，又無香。我無時間款呢，我無時間款呢，因為伊無青嘅。嗱，我講下你嘟嘟經嘅啊，嘟嘟經嘅大嘅，無路加38塊88鐳爾。嗱，你話已經伊是要賣 long man key website 本來係叫 Cold Storage Giant Village Grocer Lotus 是頂到股嘅。Tesco 嚇 ，Jaya Grocer Hero Market Big Jaya Token Bay 咯 Fair Price Aeon 跟 Aeon Big。即係上咧 OK 啦，上咧。係咪標嘅 ？because 我本有家己做啊，特別我是買按咁壓了，家己加了咯。家己加係咯，我本時香港，我本時你後早我講迄個，我去市場街買啊，我有買到一額38塊，我家己加物件咯。你都加咩物件講下？菜頭、紅菜頭啦，了芒果啦。了桂枝迄個綠油迄種嘅咯，家己加。啊，你油啊？魚生家己嚇，家己魚生卜卜脆咯，家己加幾包卜卜脆落去。卜卜脆伊內邊有料嘅，內邊都係 extra。叫我 extra 啦，又講你買俾件蘿蔔咩？我時常買飯卜卜脆。有就係人放另外一零食咧，叫一零食。叫咩啊？有人係海撈嘅，係你炸海撈，我係落去嘅。本會使咁，你會使家己另外design 別行。特別我頂年我買是桑拿米，啷隻桑拿米嘛嗬？桑拿米，桑拿米伊有出本魚生。桑拿米啊，媽媽都嚟桑拿米咁，伊家己補出魚生嘅，我頂年是改俾。頂年我改俾。桑拿嘅米，意思係桑拿切到一絲一絲啊。唔是，桑拿米，桑拿，伊是咧巴肚嘅，安怎講啊？伊設備時係用係韓國嘅巴肚，係哦。แล้ว伊直管直食，直管，因為伊巴哦，成個桑拿呢，是講伊成個出煙嘅很嚇。伊直管咯，直煮，直管。哦，你多數成個係咧桑拿啊。你講嘅咧多數比巴咪是少。啱。哦 ，OK。伊即間伊本有出，本好食啊，伊。OK。伊叫伊做咯，我別記啊，60幾塊時。當時家己加了，家己加了當時。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นั่งในโลกสร้างในเจ歷史มันสิจะชูบีกันนะมาเลเซียกับสิงคโปร์กับอูเนี่ยว่าว่า嚟比較時候我每我個每人講嚇我食老生啊嚇你我係台灣嘅朋友跟新加坡比唔中國嘅人講我唔知咩咩我 expect 是上嗰時等人即隻股啊發覺即隻股啦我冇得講那次新加坡香港有啊，巴魯本特別我馬來西亞是跟當人嘅字老生嘅嘛。跟當人，呢啲菜是 start from 跟係唔知一波，有啲當時講一波，有啲是講12班，伊人不是啲正，跟當人。哦，講啲花仔，我都。講啲花仔，講啲花仔。哇，做咩成日食絲嗰啲？啲 flu 嗬。我啲三個嗰種嘅。Jerry 啊，係咪嘅？一零啊。葡萄牙講去到咗。有啊。應該大家有呢個上個那咩雙紅嘅相關。係咪咩叫住講？葡萄牙講都食嘅 restaurant 係咩啊？刀。OK。我哋冇想嘅喎，講下你做哪隻？哦，奇怪。
你基本只已經冚起啊，冚㗎了，大基本冚㗎了。冚多嘢。未怪老哥出去嘟。最多講出去嘟咧。路講嘅就是。路講嘅嘛。老哥出去嘟嘛，嘟到。老師都自己食伊迄個 cheese bake scallop 這個多對，是話哈是話筍啊哈，筍食多。喂，你就話晒大波筍啊，樣只夠食。Tutu King 嘅以上入邊有係咪有 carrot、cucumber、radish、shredded egg、seasoned seaweed salad、有 fish roll、有 seasoned scallop wings、有 crab stick、有 shrimp。哦，because 是伊個 restaurant 有嗰啲 ingredient 啊嘛，所以對，但係我สุก伊個咁 fresh 嘅，伊冇食個冷做嘅了嘅。特別我冇สุก喎，我冇咩想哦，你知你知係是淡薄嗰啲 pickle 嘅，嗰啲像絲啊，你唔驚？你自己夾 OK 啦，成我朋友做是一個自己夾胡吧，然後一夾一係貴子切你喺嗰啲白上面切落去，一絲然後。冇伊個 sauce 就有係嚟油啊誒汁。唔是 ，because 伊用係嚟 pickle 嘅膠กับ對成個啲 sushi 嘅膠咧，嗬。特別係你 sushi 嘅應該是有 sushi 嘅膠啩。應該是有冰食嘅。誒，特別伊味素上咩？伊有喺啲啲醬。伊個 sauce 就好料嘅，你一會係攞嚟食啊！伊個 sauce 就好料。伊個 sauce 好料，because 伊用係嚟白嚟糕。yuzu 伊係 yuzu 本係 yuzu 嘅。哦，所以係嘅。伊是用 Japanese citrus sauce and lime，伊係嚟嘅啦，所以我真係好料嘅。你伊在伊用咩就用你就講咱隻 tempura 脆嘅咧。嚇，garing，哦，伊是用係你係攞幾一陣真好料。厝邊本來用一個嘅樣嘅 ingredient，伊料。特別冇係油啊啦，油啊應該是冇吧？伊冇係油啊，油啊是有 restaurant 有嘅，冇油啊。誒，我 just 嗰隻油啊。你叫我對佢食油啊？用油啊呢？所以要紅菜頭，要地門，要白菜頭，要內。有迄個，我是講迄個 seaweed 啊，迄個竹架迄個嚇。加話咩？好加咩？你有。哦，迄個是garing，成有試過嘅嚇，切嚇。你好食咯，你。seaweed 嘅 big 係你有 fish roll 咯，要迄個糊嘅內咯。好料誒。有迄個哦。你一陣特別你先知道買啦，我緊我個就係你。誒，你本身係一克啦。對，一包裡面半年，所以就嘛，一個好多度的，所以別對住人就是開起來，對，偷食係用嘅。哦，然後順便拍廣告，伊隻有新嘅 menu 哦，新嘅 menu 是 Teba Karage Yuzu Plum Sauce 嘅 chicken wing。喲，我 Karage garing嘅正雞。對啊，伊個 Yuzu sauce 係新。哇，這個哪有講法咯？這是到日本係未嚇？冇，是嘟啊，嘟 King 啊。嘟 King。嘟 King， 哦唔是，你牛肋，我嗰時講嘟 King 嘅，我成日講嘟大，冇啦，嘟 King 啦，嘟低就貴嘅。哦對，我講掉㗎啦。然後包括一個佢只個攤 roll，要佢哋有攤 spin and win 啊，68塊佢攤啊。誒，你記正至93字，我頂其實93字是有俾油話嚟嘛，然後。嗱，白了到啲最就曬厝個好食，你包嗰啲係你油啊白個水水好攞隻你，要學晒話。係你是我俾係你是碎啲嘅，係你俾硬白碎啲嘅，有人是教你干啊白色。我攞行冇食，我是教白個水啲人是小碎。我是講做路上特別用，我是用一來是用係你碎啲啦，紅色嘅好看。哦，硬那個水啦。我個是個甜話。白啦，白吧。白色甜。可以除掉，應該除掉。嚇，除掉啦。我啦，這邊講一波其他的油啊嘅回哦，去買啦，本愛入幾塊條，我知哦。對啊，真係貴啊！我講佢個外波佢較貴啊，30幾塊40塊不有啊。有個無回都知啊，加咗係supply啊，加咗入去啊，伊就加伊收購，加咗買起來講啊，即個講即張內面有偌濟了，加咗愛咯，水還是無水較矜貴咯。安怎賣啊？有咧？阿 John 你時候應該加油啊！我叫人live 我嘛，我特啲
就 IG 做 live 嘅事。IG 做 live 嘅事啊，嗱你話律師。你請下你用下你要我陪。做鏡頭冇啊？做冇。衰啊 ！glamour 啦，等陣我一條就係 glamour 啦，看。My son Not something sexy，隨時啊，你 comment 入面 my son 得咯，當對 IG 嘅喂，係咪？等我一條啊。多謝你笑。previous one 啊。你看啫。哎呀，冇看到。你講咩？我唔睇得條聲嘅喎。講緊情 helmet 嘅。誒，人家未下，我哋我 drag 未接嘅。哦，this one 啊，即係。Oh, my son said sexy, Brenda Heng. 好笑。有啊，等下，但嗰到啲咧，我點會比較無翕嗬？嗰時翕佢哋小影是到啲家族西嘅，包括呢時嗰時翕佢哋抹背呢。啊，你是掉抹背仔。做嘢早起嘅時。佢自己紅箭頭嘛 ？Hello， 較水。抹背，你是 before 去 KL 是到 KL 對嚟啊？唔是 before 人去新係你新世界啊，係你唔係我去 New World Park 嘅 gathering 嘅事啊。所以你是 before 新正啊 ，before 去 KL 時啊？啊 ，before 去 KL。OK 了啊，誒，即個講話頭，即係豆嘅頭，豆嘅變咗 rabbit 嘅嗬。是啦。哦，你都講話咦，全部係點當嘅？是咯。哎呦，做咩哦？啊，做冇誒？這是 Google Meet 嘅新嘅 effect 嘛？哦，安怎吹我愛？你三點冇你切落去 apply visual effect。apply visual effect。哦，真正 YouTube。學咗嘛？學咗啊。搞啦。我姐姐。我跌到嘛是上款。我跌到冇啊？我跌到冇上啊。我有我頭本，你看有我頭本。哦。等陣我開阿龍會做啦，咱做噶，咱嚟啊。你看我有我目睭啊？哈！阿龍會有啊，當佢嗱就豆嘅出來一邊紅呀。唔是加工面，哇，one on，加工面紅一出來，加工係咩？Harry Rabbit 嘅小影，他們看我會哦，我做未，我變啊未，我未 ，because 我 camera 唔是，我 camera 唔是咧，我 camera 是即 virtual 嘅 camera 唔是，即正 camera，出邊哦。來啦，跳舞者跳新加坡，來我幫他們冇人曬掛。你身軀未叮當誒，身軀未叮當誒。哦，舞者你炒。搞嘢晒。嗱，差唔多會收大啦。就好奇怪啊！怎麼說咱那是真正嗬，無聽到放炮聲，無聽到冇人曬聲，成個冇咩氣氛嘅嗬。是咯。我是特別聽嗬，我細細漢時關係啊啦，就是講早起醒起來嘅時候，是無聽到炮聲，或是無味到咧炮嘅咧炸粉啊。然後無聽到冇人曬聲，我是話曬成個冇咩真正嘅味素咧。當今成個是較少有可能誒氣氛咧，是唔是？嗰下物件真正要嗰兩行水真正都要看到誒，不如係咪水？啊，叫花。100號。哦，100 plus。100號。Sandy。啊 ，Sandy。Apple cider。Coca-Cola。Coca-Cola， 有影咩？你講下啫，我唔捌知過，我聽到我真正是睇去食咧的食。淡水沙士。淡水嘅沙士。有啊咩冬瓜水。啊，冬瓜水對。冬瓜茶。啊，勁瓜茶。
八係卦糖水啦，糖水，糖水。煮係勁勁啊，我是煮啊，行咗嘅。 ，sorry，我氹接話都有時就八卦都難鬧我。對唔知我就先正是係你說我個人去挑你挑100號，就去挑啦。呀，誒是做新正嘅 design 嚟時候。是咯，你offer嘛？係咁買嚟啲錢嘅。伊有新正 Chinese New Year design 啦。我有買入邊號，我無論我嘅 condition 我未去落去嘅，所以sorry。你就請人去跟。是請我老母我查某孫。誒，做咩是100 plus 變咗新正嘅 drinks 啊？因為話是你做咩啉下咧？你所講咩嘅 drink？有人講裡面冇啦，兩名。 100號。 唔是啦，100號是100 plus 嚟，我是講份，你是講100 plus 啊？嚇100 plus 啦。我聽唔到派死。伊叫做100號啊？冇阿龍係講百事可樂哦。唔是，我聽到唔對，我聽唔到嘢，我聽可能講芬達。哦，芬達。芬達是叫咩嚇？發達咯，發達水。哦，發達水。 100 plus 紅油我唔知。100 plus 伊是 because 個100然後個 plus 數效，實在好意頭效。maybe 啦，你講100 plus，你讓電視做嘅是，讓連100 plus 嘛，你你先泡面。哦，咱食貴，咱食貴濟啊，就俾連100 plus 啊，個伊個做係伊無。哦，原來是。你今年我厝是無遐水啦，我厝嘅講是係咪水哩？都呀水 organic kombucha。 喲，啊！做乜去新加坡？我跟你講唔咋？你未記我你講kombucha你未記啊？嚇？你未記我你kombucha 一罐organic。哦，對，你好啉咩？我家己買對，你我買唔是？冇，我買冇你好啉 ，because 伊特別少丁。你買唔是 organic 嘅嘛？我買就 supermarket 嚟買呢，喺你普吉格拉度喺 supermarket。啊，對。對。organic 嘅kombucha 先正啊，甘咩啊？冇啦，normal kombucha 啦。講買係你煮嘅啦嘛，你係你有甜有糖嘅冇好煮啦。唔係連氣水啦。自己煮啊，成個我切，然後我自己有煮，係你紅咗地，紅咗勁紅咗。我切開始煮人我就要煮係兩隻啊。哇哦！因為切冇人嚟煮嘛，所以我切我自己煮一隻。哦。 OK，依套啊，依陣時講紅咗是年好，勁好，勁係咩？個頭勁。哦。紅咗年好，依陣時係廿咧依套啊。哦。有啊，個有淡仔啦，芬達個咩勁沙士，哦士成日士成日等人字叫做士樂，歡喜嘅士沙士。嗯。 你嘅百事嘅叫百事可樂，百事嘅，哪個幾哩？本來誒唔好聽。芬達咪會啦，那芬達那我是講話，即當佢活你沙士活啦，活係咩？你聲你茶聲呀，茶聲玻璃罐呀。 哦，加古仔喎，古仔面嘅。係啦，誒，特別當今佢真興到對啊，比較應該馬來西亞。3D 嗱叫插片俾3D。哦，插片到3D啊？是啦，基本到3D。誒，啷個啦？哦，基本到3D。好，插片講3D 啦，插片講咩？就好料。 我哋合班聽到冇講話。有聽到啊？比對那麼對人翻啊咁。我這邊我唔知都有我傻寶。哦，你去合仔，我知。看到你。啊，我哋合仔。了啊，酒是到咯啊，到布吉就唔知到咯。Kontep， 馬哈拉康。 喲，未看 ，OK， 未看呀，我未看呀，啊，講嘅最新嘅先至啊，你話未看你會出破酷博，係你眼會報應，
所以我那是呢，未講幾個是最大嘅事，我講肯定落一個講，咁成個一隻將是咧，你咪再嘅。希望你人會托你調入來只最好運，或者所以物件搬一條走去，了魚啊大大收到下面好新聞嘅是第二幾號時就收到啲新聞，感謝。現在那魚件就是安大嘅話都。拜拜，拜拜，大家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拜拜，容易發財，容易發財。哎呦，死唔掉仔，哎，再，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耶，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